我都能闹呢，广告老大的呢，就要没能拆故事呢。哎，你都踏过了，你去拆过了？哦哟，没听，刚才啥的股东人拆干了，刚才花花的干过了大，有人拆干了，个保证，股东那啦，我做老别大那了，干的股东去干是啦，咯嘛没怕，听，个包都没怕了啦，到现在搞哪里都多没听，我不说报告。端着是那么冇听哎，有啊，不得啊！你谁照顾你嘞？你以为去照顾嘛？你找单啦，结果害过你啦？哎，搞这个么看见了？就包括大股开股几根的哈？哎，个啥的，股这个变了，又去倒干了，还倒股一个到现在哈？对的呢，你到那实际上，你上。你知道给你老来？喂，你老了干啦？搞对公道，估计到新能到好哟。有吗？你上，有劲呢！你上，你上。来，你干，你干的，好，你干的，哇！我姑娘，你好大对，姑娘，我不干了，我真的，我叫人叫姑娘。我是孩子。哎，干叫姑娘，来当姑娘，我老公啊。有得吗？来，我大别我在这来，站到我爹了，告我了。喂，我打祷告要读书去呢，告别告我，就老打了，告有人呢，老个这个就好。我就更多着。谁那个是多着？我打到哎，我都干着哎，我怎么估计老了呢？人家在那个就干药锅的，我住药锅真的。来啊，我就跟他说那个多模式啊。没怕，从多年就多跟了，要个多把拉多晒看了。老，那这个多拽过越累。喂，要哭我好出去认识哈，我就到处都闹去了。他那些找东西，赶紧药锅开始，搞得叫姑